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美国的加州最近这个美国加州因联邦移民执法行动引发社会这个大规模的动荡，局势持续紧张。胡锡进老师把它称之为周六美国加州的一道风景线，配图是这个黑色的浓烟弥漫在这个加州的街道上面。这个事情的起因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叫 ICE 6月6号起在加州洛杉矶等地展开针对非法移民的突袭行动，单日逮捕人数超2000人。那么此次行动引发加州这个社区居民强烈抗议，示威者堵塞街道，朝警车和那个执法车投掷石块，并与执法人员爆发肢体冲突，现场烟雾弥漫，催泪瓦斯与闪光弹频发。这个视频大家恐怕在网上看到很多了抗议者制作燃烧弹，设置路障，与配备非致命武器的军警对峙那个军警那个橡皮子弹也是乱射。晚上还有很多这个国外的记者挨了那个橡皮子弹。咱们好像大国有个记者，女记者也挨了一下橡皮子弹。抗议的人群聚集在洛杉矶联邦拘留中心附近，示威者高呼 ICE 滚出加州，与执法人员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据这个媒体报道说抗议者多为拉美裔，部分人挥舞墨西哥国旗，强调身份认同。这个加州跟墨西哥也是有历史恩怨的。这个加州以前应该就是墨西哥的，那加州的老墨本来就多，然后他们这个跟那个墨西哥之间联系非常紧密，可能很多亲属在墨西哥，然后墨西哥的这个人很多亲属在加州。很多墨西哥人非法就是按照特朗普的说法都是非法移民，在加州打工，这个赚了钱，然后要汇到墨西哥给自己的亲属。这个所以说也有一定的历史因素6月6号说有很多这个 ICE 的执法车聚集在这个洛杉矶一个这个就深圳的三河那种地方。当然我只能说类似也那个地方就是墨西哥裔的这些或者叫拉美裔的这些非法移民他们做日结的喜欢在那儿聚集找活。显然这个 ICE 直接把这个他们的执法队伍直接拉到那个中心去直捣黄龙结果一下就炸锅了引发了这个大规模的抗议。我看这个国内的媒体都喜欢用骚乱，包括胡锡进老师聊的也是什么骚乱。我觉得就目前而言就我看到的这些视频你还不能把这个发生在洛杉矶的这些针对非法移民然后这些活动把它叫成骚乱，应该叫成抗议行动，或者叫强烈抗议，或者叫示威。骚乱是什么意思呢？在我的这个观念里面骚乱是指针对这个对象是平民，还有一切，这就包含平民，也就是比如说对商店进行打砸抢，对日常的这个经营活动进行骚扰，整个就乱了，这叫骚乱，整个的无序。抗议示威比如对抗，那它是有特定对象的，对吧？你比如说他这个是这个洛杉矶街头的这些群众或者拉美裔的这些人，他是向这个执法者，像 ICE 对吧，或者像这个联邦安全局的，或者是国民警卫队等等，就是他有特定对象对他们进行示威抗议，甚至是对抗，这个叫抗议行动，不能叫骚乱。我认为这是有差别的但是如果大家自己觉得无所谓，可以混为一谈。洛杉矶有没有爆发那种对商店进行打砸抢？这个恐怕目前还没有是不是后面有这个咱不能说，目前恐怕还不多。主要是这个砸警车我倒看见了，砸那个执法车跟这个军警对峙。6月7号美国的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宣布要向加州派遣2000名国民警卫队。当然了，这个海格塞斯部署国民警卫队那也是受这个特朗普的指示。特朗普指示要将加州从非法移民入侵中解救出来。我认为这个洛杉矶目前街头局势逐渐失控，实际上是跟这个特朗普和海格塞斯决定向加州派遣这个国民警卫队有直接关系。他这个行动加剧了这个对立，制造了矛盾这个也是加州州长纽森的这个观点。洛杉矶的警方承认局面已经失控。美国洛杉矶的抗议者与部署在该地的国民警卫队人员和警察之间的冲突规模持续扩大。当地时间6月8日晚，洛杉矶市警察局局长麦克唐纳在记者会上说洛杉矶市本有能力掌控局面，但联邦政
政府部署的国民警卫队的行动完全绕过了地方警长系统和常规的指挥链，是由总统直接越级下达指令，导致国民警卫队被联邦政府接管。麦克唐纳同时表示，现在洛杉矶情况已经失控，暴力行径令人发指，甚至有人使用可致命的烟花攻击警察。洛杉矶警局已紧急调整战术部署，是将暴徒甚至依法。大家看视频啊。We could handle this. I believe that we would have gone through a number of steps before we'd have deployed the National Guard or requested deployment of the National Guard. We would normally go to 50% deployment to handle radio calls and do the business of policing, and everybody else would be focused on the initial problem. Beyond that, then we would request through the sheriff mutual aid, and that would bring in members of the 44 other police departments in LA County, as well as the sheriff's office. And so that didn't occur in this case because it wasn't done through the sheriff or through the, up through the normal chain. It was done from the top down, from the president directing that happened. And then the National Guard was federalized. So they're working for the U.S. Army, not for the California State National Guard. Do we need them? Well, looking at it tonight, this thing has gotten out of control. Before I could answer that, I'd have to know more about what their capabilities are, what their role is intended to be able to make that determination. But we have great cop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here that work together all the time. So we have tremendous capability here. To say that we would go to that right away, I'd say we wouldn't have been there yet. Looking at the violence tonight, I think we got to make a reassessment. This violence that I've seen is disgusting. It's escalated now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incident. What we saw the first night was bad. What we've seen subsequent to that is getting increasingly worse and more violent. Tonight we had individuals out there shooting commercial-grade fireworks at our officers. That can kill you. And we have adapted our tactics to be able to have a chance to be able to take these people into custody and to be able to hold them accountable. 也就是责任在特朗普啊，这个洛杉矶警方承认局面失控，但是这个失控啊是特朗普越级指挥，对吧？悍然的向洛杉矶派驻国民警卫队导致的。加州州长纽森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照片，显示啊，这个国民警卫队士兵躺在地板上休息。称首批派遣到洛杉矶的20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没吃没喝，只有约300人部署到位，其余人员没有接到命令，在联邦大楼里无所事事。纽森批评啊，特朗普此举啊鲁莽，毫无意义，不尊重军队，也无关公共安全，纯粹是为了满足其虚荣心。纽森表示啊，自己与地方和州政府官员会面，讨论维护洛杉矶和平的策略，清理特朗普留下的烂摊子，确保社区安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说啊，他们要继续抓捕这些叫非法移民。如果这个纽森州长包庇收留这些叫非法移民那么要抓捕纽约州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纽森。特朗普周一早些时候告诉记者他将支持逮捕加州州长纽森。这个很有意思这两个都是民选的一个是民选的联邦的总统，一个是民选的加州的州长。这个纽森他可不是特朗普任命的，他不需要对特朗普负责特朗普居然支持逮捕加州州长纽森。有记者就问他他说你要逮捕纽森州长，那以什么罪名呢？也就是纽森州长犯了什么罪？特朗普怎么回答的呢？大家看视频Have you gotten What crime has Governor Newsom committed? A crime has he committed? I think his primary crime is running for governor because he's done such a bad job. What he's done to that state is like what Biden did to this country. And that's pretty bad. It's a wrong philosoph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illegal immigrants, many of them prisoners, are taking up your health care, they're taking up your space in schools, they're taking up your hospital. And in many cases, they're criminals. And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and we're doing something about it. I want to thank the incredible patriots of ICE and Tom Homan, who has been incredible, and Kristi Noem, likewise incredible. The job they're doing. And it's like an unforced error. There was no reason for this. 21 million people were allowed into our country, and many of those people were criminals.
特朗普的回答让我想起了啊，我给特朗普出一个主意啊，献上一计。既然没有什么好的罪名啊，那就用口袋罪啊，把这个纽森州长给他逮起来。特朗普说纽森的罪名啊，他的错误是不应该当竞选州长，有一种啊寄生鱼和生亮的感觉。当然了，这个加州州长纽森啊，他也没闲着啊。纽森对记者说，他要对吧，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9日，加州州长纽森表示，特朗普向加州部署200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命令违背美国宪法。加州政府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裁定特朗普7日发布的总统备忘录和美国国防部据此调遣加州国民警卫队进入洛杉矶地区的命令违法，并请求法院撤销相关命令。当然了，这个白宫啊也指责这个加州州长。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加州州长纽森在洛杉矶连日暴力骚乱中什么都没做。而特朗普则表示啊，向洛杉矶部署国民警卫队是一个伟大的决定。他还表示，这一问题上别无选择，如有必要，将会向加州增派国民警卫队。这就是目前加州的局势啊。我来谈一谈我对这个加州这个局势的一个看法。首先，加州为什么这个底气这么硬？我的印象里面啊，这个加州的 GDP 啊，如果把它单拎出来啊，它在世界上排第4，好像超过日本吧。我的印象里面4万亿美金啊，不知道记得准不准啊，对吧？这就是它的底气。这个加州啊，不仅有硅谷，有这个英伟达，关键加州的农业也很发达，对吧？它农产品出口也非常多，就不仅有高科技，它农业也很发达。这个加州也是美国民主党大本营之一，是这个美国新移民涌入的主要地区。当然，这个跟民主党的这个移民政策相对宽松啊，这个有关系。据统计啊，美国目前约有1100万非法移民，其中啊有500万是2022年以后新进入的，这500万里面又有480万来自墨西哥，他们在美国没有正式身份，纳不了税，因此也享受不了任何美国福利。他们从事的大多是美国公民啊，就是红脖子和那个铁锈区的人都不愿意干的工作，也就是苦活、累活、脏活、体力活。按照传统的这个观点啊，非法移民作为这个实际廉价劳动力啊，对维持美国经济运转那是做出了贡献。美国很多机构啊保持低成本竞争力，靠的就是这些非法移民。而本次啊，这个特朗普啊对非法移民的突袭抓捕，一些服装厂、超市成为主要目标。特朗普要求移民局啊每天抓3000名非法移民。这个移民局啊，他肯定没有办法说在大街上盲抓呀，看盲活，对吧？逮着一个人盘问有没有暂住证，没有就筛沙子，那这一天效率太低啊。所以他们知道哪儿非法移民多，对吧？直接进工厂、进超市，就是这些这个拉美裔或者叫墨西哥裔的这些非法移民啊，他们都喜欢做日结工啊，突袭这些机构、这些地方，那一次能逮好几百。那特朗普为什么要冲加州下手呢？特朗普有没有一种对吧要搞乱呢？这个民主党这个根基最深的对吧，叫深蓝州啊，也就是在加州动手啊，特朗普是不是就心理负担要低一点，就没有那种投鼠忌器的感觉？乱了就乱了，那也是你民主党大本营被搞乱了。而这个州长纽森啊，也据称啊是民主党最有前途的领袖之一，甚至有可能啊202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就是之一。所以特朗普在加州抓非法移民，制造对立，既可以打击非法移民，又可以打击民主党，削弱纽森啊，也就是一举多得啊。那纽森为什么要反抗特朗普呢？当然不管纽森反抗啊，那个大街上那么多美国人要强烈抗议，甚至跟军警对峙。首先一个啊，这个特朗普他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他打击的非法移民，既然叫非法移民，那就是违法的，对吧？非法移民你不管怎么说啊，那虽然说加州政策宽，那它毕竟是非法，所以说打击非法移民人人有责。那么作为加州的州长纽森啊，他也不能就抓这个非法移民啊，他提出什么反对，所以他跟特朗普之间的反对是说特朗普越权，对吧？我按照美国的宪法呀，也就是我作为州长更没有申请联邦政府支援，对吧？我也没要你派军队，你居然就派了军队，这个是非法，我自己能解决，对吧？这个就涉及到美国的这个国家制度啊，美国是联邦制啊，美国50个州啊，实际上就是50个小国家啊，联邦政府它只管外交、军事，对吧？还有什么贸易，每个州自己有独立的这个政府啊，人家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啊。特朗普为什么要激化这个洛杉矶的这个矛盾呢？加剧这个冲突呢？实际上啊，如果这个加州乱了，或者就是洛杉矶乱了，这事情越搞越大，
这就正中特朗普的下怀。特朗普需要为他的派军队镇压找借口，而如果洛杉矶或者加州其他地方出现骚乱，那正好给特朗普派军队提供了最好的理由。通过绕开州政府直接派军队，实际上就是特朗普扩大他的权力边界通过向这个加州派他的国民警卫队，实际上他也是在测试公众反应，突破法律底线。甚至如果逮捕民选州长及其他地方官员成为现实，那么这是对联邦和总统权力的重大的突破。特朗普将可能真正建立凌驾于党派和州权之上的类似于俄罗斯和印度那样的统治所以说特朗普只要搞定加州剩下的49个州就差不多都得臣服称臣。而这个加州州长纽森的反抗，他也只能从宪法上对吧宣布或者认定特朗普违宪，侵犯了这个州政府的权利。去年11月6号当特朗普这个宣布竞选获胜以后我记得我就说过，这个特朗普是美国人选出来，专门来测试对吧这个200多年运行了200多年的美国的制度。实际上美国的这个他的宪法都没改过200多年，美国的这个制度是不是完美无缺？我想这都不现实你说200多年前的宪法现在还在用，居然没怎么改过。你说这个世界发展这么快，这新事物这么多，他都没改过，对吧？他这一套制度运行到现在，为什么他不用改呢？就是因为美国人我的理解那就是契约精神，人家他们信的是什么教对吧？他有信仰，你干什么事情上面有人在看着你，所以他法律是底线，它上面还有一个道德标准，真正约束他的恐怕是那个道德标准，因为它比法律底线高得多。所以就是我的意思是，这200多年来也就是美国选了40多任总统，他们都没有到这个挑战法律底线的这一步，或者是有的接近了，但是离这个真正底线还有点路。但是特朗普不一样，选了一个特朗普出来，特朗普是专门挑战这个法律底线的。所以这个特朗普被美国人选出来之后实际上就是为了测试这美国的这个宪法，美国的这个现行的这套制度，也就是美国这个宪法和美国这一套制度它是有漏洞的。但是过去那些选的那些总统，他们都没有想着去钻这些漏洞，不像印度人是专喜欢挑战底线，这叫走钢丝嘛，就不要越过红线，但是要不停的挑战红线。特朗普他就有了这个特征这是我认为这个特朗普就是美国人选出来专门对吧就来测试一下，他就是鲶鱼效应。如果在特朗普这4年这个美国的这个现行体制经受住了考验，对吧？也就是美国没有崩，那就经受住了特朗普的这个折腾，经受住考验。但是经历了特朗普没有崩之后这美国人恐怕就要在想着怎么去把这漏洞给他补一补。这个特朗普他越权向加州派遣国民警卫队，这个本身就是个灰色地带，也就是过去这总统他就没这么想，谁会想这事呢？但是特朗普他就要试一下。当然这个反正纽森人家已经告到法院去了，这个最后法院怎么认定怎么判，对吧？自有定论我说的是特朗普这美国的法律到底怎么规定的？就是总统对这个国民警卫队，总统是3军司令嘛，对吧？是最高指挥官，这没毛病。但是他在什么情况下他有权向这个州派驻这个国民警卫队？然后派这个国民警卫队他的任务是什么？他一定有界限的就是你这个国民警卫队你能到美国老百姓家里去执法吗？就是你的国民警卫队你能持枪到那些工厂去抓这个什么非法移民吗？对吧？这个也跟美国的文化对吧美国人这个建国理念发生严重冲突。美国人不就是什么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吗？对吧？那是我私人领地，你们不能干涉，对吧？联邦政府你不能去我的家里，去我的工厂。也就是说你这个移民局你在大街上开盲盒，你去查人家暂住证，你去堵那个非法移民，人家管不着，对吧？那是你的权利。但是你要到我家里来查那就不行，你到我厂里来查，你到我的超市来查那就不行。恐怕这就是骚乱的主要原因对吧？你今天能到我家来查这个非法移民，你明天就能到我家来查别的，你后天就能查我说了什么。所以这也就是这个加州这些老百姓抗议声浪越来越大的原因。接下来要看的是这个发生在洛杉矶，对吧？这个抗议的浪潮会不会向整个加州蔓延，乃至向美国其他的州蔓延？要看这个特朗普怎么收场。要知道
特朗普打击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在美国是得到人家拥护的。他当初竞选的时候的口号就是这个，对吧？他指责民主党纵容这个非法移民。这个纽约州的移民也挺多的，好像也是民主党大本营吧？是不是纽约州接下来也要乱，对吧？也要这个爆发抗议游行啊？总之啊，我觉得这个美国啊，它已经运行了200多年，这一套制度啊都没出问题。现在出一个特朗普来测试一下也挺好。特朗普就相当于一个鲶鱼啊，这个有利于美国啊，事后啊叫亡羊补牢，犹为未晚。但是特朗普如果这次得逞了啊，他假以时日，他就跟普京是一样，对吧？他就不用羡慕普京了，他就是普京，对吧？哪个州长不听话可以抓他呀，然后搞一个口袋罪。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